999唔好，小相用，当欢喜永夫妇。杨小姐唔好，我不看我背嘅路後有一隻佛的，我那也是農業搬運車經過嘅時節，撒來跌倒挫傷嘅，一隻佛的影響到外頭嘅安全。人講啊，千里平路，好走又好行，一隻佛的跌倒會輸人命哦。了解，一邊嚴視並反映，請問上香樣板稱呼？我按到彭萬妹，彭氏唔按，請問幾隻佛嘞？提哪位嘅？啲香學嘅一號鴉片，香學嘅1號。係啦。請問佢係提魯東昂，也係魯順咯？啲魯順嘅職位嘅。好，做得太約嘅講一下無佛嘅態勢麼？差唔多有一點籃球安泰。請問啲無佛大概也有幾層咩麼？程度大約30公分樣誒。好，彭氏做得留下人嘅聯絡電話麼？我嘅電話係0123456789。好，也俾我同同胞處理，請問處理好愛同匯報麼？好，小姐，再麻煩回電話幫我下。好，彭氏案件幾件變定了，同確定一下，反映嘅係香學嘅1號嘅魯順，有一隻籃球大細嘅無佛，長度大約30公分，是要來補平。案件變好，唔愛記錄下來麼？冇要緊，再麻煩請相關單位和家單位來處理。好，請問還有配項市政業務合同服務嘅麼？冇咧，按自寫哦。冇問題，按自寫，總順心愉快，張來了。